叫尼古拉斯酱，我上2年级 A 班。我叫 Gareth Roderick Lim， 我上2年级 D 班。今天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我在马蹄小学校的经历故事。我很高兴在马蹄小学校学习，只是还在线上上课。我仍然每天通过Google Meet可以跟朋友们和老师一起上课。马蹄学校的老师在教课方面非常耐心又友善。马蹄学校也有各种设施，比如计算机实验室、科学实验室、图书馆、体育课、中文课、英语课等等。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学校的信息，请访问 SD Baptist Palembang的脸书。这是我在马蹄小学校学习的经历，朋友们跟我一起参加去港马蹄学校吧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